挨落介手要當咖喱麵，我是個飽兒我個眼，異常地搭啊菜來位，手菜溜咕嚕的乾菜店對面，兩婆芒果樹都啱啱在門前，而愛拍茶容易又方便。那雖然冇人去探幽嘅馬鳳山，陸莊作條20當頂，隨時打電話天危險。伊出名就係咖喱麵，我條富博士含夠新鮮。電視慣老也好賣，而愛錢湯假唔認愛講聲，老聲做搞老啊要人贏，何記唔睬老婆啊叮當聲，兩人拍檔大家冇效應。禮拜我休息就去頂，冇煩惱快樂上兩邊。